天星的听众到早。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58页，解说甲正文第58页。对头仔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。对头仔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，就是解说甲但依法修行无自相法师。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拟定入五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实分宗。若有人问拟义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反以成对，问成以反对，义道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你一问一对，一问一以此作，即不实理也。设有人问，好明为暗，答因明是因，暗是言。明不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疑问设该如此，拟定以后传法，以此转向教授不实宗旨。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六祖慧能大师讲拟定入五，就爱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。来当安尼呢，就不实分宗。所以，做讲做五，也就是明心见性。就是讲，若是当好来见性悟道啊，安尼呢，就必须呢依着安尼所讲来去说法。依此说，就是依照前面我所讲的，安尼来去说法，来去度众生。依此用，就是讲依照前面所讲的，来去应用。那所以叫做依此用呢，就是伫个指前面迄个36对法的应用的方法，就是在这个对立之下呢，进一步来显示中道。依此行，就是讲依照呢来去修行啊；依此做，就是讲照呢来去做。讲若是安尼呢？就不失了本宗啊，本宗就是个指六祖禅宗顿教的法门。就是讲恁若是当好来了悟，就爱照呢来说法，照呢来去应用，照呢来去修行，照呢来去做度众生之佛事。会当呢去做呢，就不失啦本宗的宗旨啦。下面讲若有人问拟义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。讲假若若是有人来问恁的道理，这个义呢，就是指道理的意思。那这个道理，真正主要就是指迄个中道实相的道理。就是讲，若有人对恁来问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啊，若是问有呢，就将迄个无来甲对；若是问无呢，将迄个有来甲对。因为这个无甲有啊，这是两个对立的物件。
啊，就是讲由有即个有来显示迄个无，由迄个无来显示迄个有，在即个一问一答，在互相显示之下呢，就变成两边拢空。在两边拢空迄个所在呢，就会当好显示出中道实相的道理。啊，因为即个无是由即个有啊作为对立，才有一个无。安尼讲起来，若是无一个有呢，就无一个无啦。啊，即个有呢，共款啦，也是由于即个无为对立显示出来一个有。所以，若是无即个无呢，结果有也是不可得。那即两项呢，乃是相依相助的物件。这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啦，伫咧说明即个因缘相依相助的道理啊，就敢若参像讲有一种的迄个树啊，也发出来呢是两枝。咱即马事实上是毋捌看到即款的树啊啦。咱就以即个两支迄款的棍仔壳来讲到两支叉。啊，这两支叉呢，相拄掉咧，相拄掉咧，相平掉咧。安尼两支叉呢，才徛会掉。其中你若甲摕一支落来呢，迄支就要倒落去啦。你无所依靠，无所依凭咧，当然就倒落去啊。啊，都两边拢无去啊。所以这个有无，乃至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一切拢是共款。所以呢，文幻啊，以相对，文性以反对。讲若甲你问这个凡夫的代志，就以这个圣人来去解对；也问这个圣人的代志呢，就是以这个凡夫来解对。下面讲二道相因成中道义，这个二道就是讲这两项，讲这两项的道理啊，就互相为因，在这个所在呢，就生起了中道的道理来。咱平常伫咧讲菩提涅槃是二转二好，由烦恼所转呢，就是菩提。由生死所转，就是涅槃。名叫做讲做依，则就是依靠。啊，就是讲这个菩提啊，是依靠着这个烦恼啊所转，啊，依靠着烦恼所建立的一个名号。换一句话讲呢，若是无有烦恼的名称啊，共款呢也是无菩提名称。这个菩提名称会当好建立。会当好存在啊，是依靠烦恼的名。啊，这个涅槃呢，是由生死所转，所以这个涅槃的名号的建立，甲存在呢，是依靠生死。假如若是无生死呢，也就无涅槃可讲啦。那这呢，就是遮所讲的文幻以相对，文性以反对。啊，等于讲，若问你菩提，你就该讲是生死；问你讲是问你菩提讲烦恼，问你涅槃的代志，你也讲这个生死。那么安尼呢，这个二道相因啊，就变成了中道义。所以究竟讲起来，就是讲烦恼生死各是妄，菩提涅槃本空法。讲这个烦恼啦、生死啊。个人就是希望无毋对咯，但是菩提啦、涅槃啦，本来也是空法，空法也是一种的希望，也是一种的幻化不实的意思。那这讲法就是讲，因为菩提啦、涅槃这个名称啊，是由烦恼生死所建立啊，所以烦恼生死既然是希望，由这个希望的烦恼生死所建立起来。菩提涅槃的这个名词呢，也是共款是一种空话，也是一种希望不实的物件。那从这个所在呢，就会当好啊，来显示出中道实相的道理。
在《大智度论》第43呢，有关于这个道理啊，咱在这个所在可以提出来解说，会当好帮助在了解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第43讲，常是一边呐，断是一边呐，理事二边行中道，是为八界波罗蜜。讲这个常，这是偏在一边；断呢是偏在一边。在印度当其时的修行者呢，话是相自见，话是断别见。也无论是相自见，无论是断别见啊，拢是偏在一边。也离开了断常这两边，来去行中道。这呢，就名叫做八界波罗蜜。讲有受常无常，苦乐空实我无我等，亦如是。讲这个常啦，或者是无常啦，痛苦啦，快乐啦，空虚啦，或者是讲实啦，或者是我，或者是无我等，也是共款。就是讲常是一边啊，无常是一边。苦是一边，乐是一边。乃是我是一边，无我是一边。也离开这个两边呢，来行迄个中道啊，这呢也就是一个八界波罗蜜。讲色法是一边啊，无色法是一边。可见法不可见法，有对无对。有为无为，有了无了，世间出世间等，诸义法亦如是。讲这个色法，这是一边咯；也无色法是另外一边啦。也这个会当看到的物件，或者是袂当看到的物件，有对态，无对态，有为啦，无为啦，有了啦，无了啦。世间法啦，出世间法等等，也是共款。这呢，拢就是啊，属于对态对立的。也离开这个对态对立来显示中道啊，这呢就是行八界波罗蜜啦。讲修处无明是一边啊，无明尽是一边，乃至老死是一边，老死尽是一边。讲基础呢，这个无明就是一边啦。这个无明就是咱众生流浪生死的根本啦。无明尽就是讲将这个无明尽啦，这又过另外一边的代志。那这个无明尽呢，名叫做分别门。无明就是流转门。由于这个无明，咱众生流转生死，无明尽啦，咱众生呢就会当好来断别生死，会当复归完整。所以这当然就是两个对立相反的物件。这个老死这是一边，这个老死就是讲咱确确实实在世间已经伫咧流浪生死，伫咧受这个老啦死的痛苦。这个老死尽的这是一边，就是讲人的老啦，人的死已经尽啦，那这就是属于分别门方面咯。讲诸法有是一边啦，诸法无是一边。就是讲世间法之有，这当然是一边啦，变成站在有的一边。这个诸法无有，阁是一边啦。讲离此二边行中道啊，是为八界波罗蜜。讲来离开前面所讲的这两边啊，来行迄个中道，那这呢就是八界波罗蜜啦。讲菩萨是一边啦，六波罗蜜是一边。那这个菩萨就是能行六道的行者，六波罗蜜呢，这是所行的法门。讲佛是一边啊，菩提是一边。佛就是证菩提，菩提呢是佛所证。讲离世二边行中道，是为八界波罗蜜。讲来离开到这两边来去行迄个中道，这名叫做八界波罗蜜。讲六说内六静是一边啦，外六定是一边。讲当然是呢，六说这个内六静，这是一边啦。
外面的六尘，这又是一边。要离开了六情六尘这两边来行中道呢，就名叫做讲做八节波罗蜜。佮进一步讲，此八节波罗蜜是一边啦，此非八节波罗蜜是一边。就是讲，这是八节波罗蜜，那这是一边咯。这唔是八节波罗蜜，又个才是一边啦。讲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八节波罗蜜。离开了这两边来行这个中道，那这呢就名叫做八节波罗蜜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第43的这段话啦，就是爱咱来远离着对立的两边，将这个所在呢来去显示着迄个中道的道理。咱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啊，就会当好了解这个佛法呢是在中道，就是讲不偏离任何一方的中道。那不偏离任何一方的中道呢，就是对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修行开始啊，一直到咱释迦牟尼佛正道呢，就是一种的一贯的教义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啦，起初呢是在皇宫内底，伫咧享受着皇宫荣华富贵生活。所以在迄个时阵啊，会使咧甲伊讲，就是在贪着世间娱乐的一边啦，变成讲享受世间的快乐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伊出家了咧，就变成去受苦行。受苦行有当时一日呢，食一粒米，一粒馍啊。你看一个人食一粒米，一粒馍是免啊过日子呢？当然无度过日子啦。伊就来受迄款的苦行，所以结果呢，变成规个身躯安尼三比八，也不但是讲无食，搁再啊，亲像迄个印度当时苦行家呢，饲牛的钙啦，饲什么鸡的钙啦，狗的钙等等啦，安尼去折磨家己的身躯。那么这就是偏在苦的一边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甲以后才发觉讲，享受世间的娱乐，会增加咱人的迄个欲望，使咱一个人的人格堕落，这个人是毋对。但是呢，你偏在苦的一边。伫遐来受迄个无益的苦行，来伫咧折磨家己的身躯啊，安尼对自己的修行明心见性的也是无所帮助。因此呢，就放弃了苦行啊，到家己练禅好去洗身躯接受到迄个牧羊女伊瓦尼的卖供养了呢，才在菩提树下来打坐参禅。在迄个所在呢，来用心地功夫，才得到明心见性。可见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当其时也是离开了苦乐二边来行这个中道。而且呢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啦，伊一举一动呢，就是互咱做榜样，就是讲互咱做一个修行的模范啦。所以咱现主是咧修行的人，咱第一。袂使贪着世间物质的享受。假如讲咱是会使贪着物质的享受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毋免出家修行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迄个皇宫也舍离了迄款荣华富贵生活，就是要对咱世间的人来启示讲，物质的享受毋是咱人生的幸福。所以呢，就出家啦，就是舍弃了快乐的一边。那舍弃了快乐一边了，去到迄个苦行里面修行，因为当其时印度可能是真正流行这个苦行啦，所以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教人去修苦行，但修苦行修了呢，感觉讲这不对啦，所以将这个苦行给舍弃掉，那就是舍弃在这个苦的一边。想起到将这个快乐的一边给舍弃了，再将这个苦的一边给舍弃了。然后再去修迄个不苦不乐的中道行。那这不苦不乐的中道行，就是讲，既然无贪着世间的娱乐，但呢也毋是使这个身躯来受到迄个折磨，来去受到迄个无益的痛苦。安尼来去修的结果呢，就来得到明心见性，来见性成佛。这就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。伊在修行的时阵就是采取迄个中道。
乃至以后伊所悟到即个真理，当然也是属于中道的实相。为什么叫做中道实相？因为即个中道实相，这是不偏于任何一方，安尼名就叫做中道实相。尤其是即个中道实相啊，用即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安尼来去甲伊说明啊，显示出来中道实相呢，可以讲是非常的圆满。下边讲你一文一对，二文一语出作，即不是理啊。讲你呢，在即个一文一对之中，那就是讲依照啊前面所讲安尼，问这边你甲因迄边，问迄边因这边，也二文一语出作，就是讲凡是其他所问你，就是讲问你即个其他。这个问题，一呢，拢依着安尼来去做，那安尼呢就不失礼，就是讲安尼就未失去了中道的真理了。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佮再提出例来说明，讲设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应明是阴啊，暗是阳，明物即暗，以明显暗。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应成中道义。译文设该如此。讲设施呢，若有人来问你，讲何名为暗？讲什么叫做讲暗啊？什么叫做讲暗？这句话问起来啊，实在是无容易回答的物件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光啦，或者是讲暗呢？这个唔是一个物质的形体，这乃是一个迄个。景象，这是属于景象方面唔是一个物件形体。甲人来问你讲，车是想要什么款的物件？你会使甲伊讲车的形体是安怎，是毋是呢？那这个暗这个物件，这毋是一个形体啊，这乃是一个物象啊。所以就真歹甲伊回答出来。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，你要甲伊回答啦？讲明是阴啦，暗是阳。讲这个光呢，这是一个阴；这个暗呢，这是一个阳。为什么讲光是一个阴，暗是一个阳呢？下面解说讲明物即暗。讲这个明若是物，物就是讲消灭啦。这个光若是消灭起来，就是暗。那为什么安尼叫做明是阴？也暗是阳呐，咱对于这个明物即暗啊，那是在咱的语言的表达上，一定讲，因为光无去啦，所以就变成暗，是毋是安尼呢？要然呢，这个暗的因当然就是明咯，是因为迄个光无去啦，所以变成暗。比如讲咱一间室内底，为什么暗呢？因为这间室内的电火歹去啦。或者是讲因为是失电啦，或者是因为讲灯火我甲伊关掉啦，所以变成暗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这个光呢就是暗的迄个阴，这个暗呢就变成一种这个阳。那么这个阳呢，就是讲变成一种这个条件。那么什么条件？就是讲这个光若是无去，必然是暗。光无去，暗会来啊！这呢是一种的必然的条件。就是讲光走去了，那么会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这个暗。所以这个暗呢，就变成由这个光离开去了呢，所有的这个必然的条件。所以这名叫做明是阴，暗是阳，明物即暗。最近是听讲。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或者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